小心点。老婆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哎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？因为这里是我第一次见你的地方，也就是那时候起，我就知道我要娶的人是你。太久了，我都忘记了。老婆，我要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告诉你了就不叫惊喜了，自己看。好吧。等下，我要记录下来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开喽。怎么了？那个人又出现了，你看。哎，别回，别回！他跟踪我、偷拍我，已经不是1、2次了，不要太在意。以后再有这种事情，你要提前告诉我，我能处理好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老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老公。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谢谢老公。来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你先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我好像有件事情忘记了。我好像把车钥匙忘在下面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去拿。嗯，好。慢点啊。好。老婆，我马上到了。不是老公，现在那个人好像就在我们隔壁，哪个人啊？就是那个汉森啊，那个粉丝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上来。不要挂电话。你把视频看看。嗯，好。老公。老婆，我已经进电梯了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上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黑了？哦，我这灯灭了。老婆，不要害怕，老公马上上来。你小心点。老婆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
喜欢你靠在我怀里。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把我放了！别着急，看看这个屋子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为你精心安排的。照片、花瓣，都是。喜欢吗？把我放了，要不然我死给你看！哎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伤害自己？你把我放了吧！我为什么不能让你自己待着？就是因为你会伤害到自己。你把我放了吧！我不是你的老婆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听你说的，我不能放了你。听我说，你的照片都不完美，因为那些人不知道你的美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来给你拍。你别拍了，行不行？你看你的头发，多美啊！你看着我，好美。别跑！救命！救命！别跑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好吗？好吗？我会好好对你的。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喂，救命！老公，快来救我！晶晶，你在哪？我在。喂，喂，不许背叛我。是晶晶，电话断了，这号码我从来没见过。先追踪。这个手机号码绑定了 QQ 号，而这个 QQ 号登录过一个导航软件。这个导航软件在登录的时候，也是用这个手机号码收取的验证码绑定的软件。现在可以看出，这个导航软件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在郊区，但是之后又非正常退出了，所以晶晶不一定在这个地方。你说这么多，你赶快说结果呀！福林路。福林路呀？这个手机号码主人不叫汉森，叫周杰。我找到周杰的照片了，方程，你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人？不是他。不是他，那晶晶为什么用他的手机打电话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汉森他有微博，你看通过微博账号能不能查到什么消息？他名字就叫汉森。汉森35岁，父母双亡，一直一个人生活。看起来工作业绩很不错，2年之前就可以在家完成工作，所以有钱又有时间。这么说，他跟踪晶晶有2年了。那倒不一定，从现在状况来看，他在晶晶刚出道时就已经是他的粉丝了。在晶晶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还去拉票砸榜。作为晶晶的粉丝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。可是偏偏你跟晶晶刚结婚不久，他就做出了这么一场有预谋的绑架，所以他应该是受刺激了。
能不受刺激吗？两个人同样是粉丝，一个跟晶晶结了婚，一个却那么默默无闻，换谁不会发疯？这个汉森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，他会不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啊？以为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没事啊，没事。方程，报警吧。报警？啊，不行，咱们现在还不能报警。现在情况不明，再等等。如果这事传出去，对晶晶不好。现在晶晶还在汉森手里，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。到时，即便晶晶被救出来了，也不知道媒体会怎么杜撰。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吗？台湾一个女艺人被绑架后，就传出了被强暴的消息。晶晶一向是最重视名誉的。我记得晶晶最近还接了新电影。对，这部电影现在在宣传期，媒体都盯着它了。看这媒体，真的为了这个电影大肆在宣传。晶晶现在也特别红，如果媒体把这个事情爆出去，我觉得作为汉森可能会撕票。